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昨仔暗时，你敢有咧听政见发表会？3位总统候选人，你敢有认真想咧讲啥物？也是只听到冤家在相骂，嘛到互伊关注的。咱是今仔日来好好讨论3位的政策到底对咱有啥物好处的？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，信民两岸协会理事长黄清良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那么第二位，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曲教授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，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，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。张宏林，主持人、咱来宾、咱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首先，和观众朋友来统一一个概略的印象。昨仔这场公办的电视政见发表会，那么已经办煞了。透过300个这政见发表，3大候选人针对着两岸议题、内政甲改革，等等的议题来做对象，甚至民进党的赖清德。对着家己厝提起因兜的违建老厝，讲要关做好矿工来做纪念馆。2024第一场总统大选政见发表会，咱立白3平，场内到场外拢继续拼场，为两岸立场到内政议题会有20招。今年选出来的代表日是啥？你敢知？是巧，就是缺乏的缺。这买当讲证明是一个。民进党无能的证据。侯市长、柯主席，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、9·2共识或两岸一家亲，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，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？第一，他不会贪污，单这一点就演国民党、民进党的。第二，他不会再留子孙，他不会像其他两党造成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庞大的负担。透过3轮政见发表，3候选人第一摆正面交手，好意义挂目镜，国台语加手帮增加亲近感。赖清德加兴奋的叫声的裤带，主动讲到万里流出的风波。国民党士兵中华民国兵将，收起对手的攻势，将目标放伫政见顶端。两岸的护国神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，所有的共识，不管你要谈9·2共识，什么共识，都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。我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我反对1国2制，也反对台独。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，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。侯市长，你的大群馆，现在的凯旋院，游走在法律边缘，竟然申请99个门号。有关特别预算，特别预算法第83条第4款那个空白授权要拿掉，以后只有战争。重大经济事故、天灾人祸，这个才可以编特别预算，其他的不可以，不可以滥用特别预算。这场政见会虽然无交叉结论，暗过那就被议员伫谈好备案基础政治、司法改革这议题展开攻防。随去3平也有2场政见会，分别伫26甲28。另外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会按算伫2日暗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内面已经大约甲咱讲，咱今仔1点钟要来讨论的。头一个，我相信大家先注目就是赖清德这个副总统因兜的处理这个代志。第二个就讲到两岸的关系。那么乃至到讲，ECFA法到底今仔日先出来讲，因开始对着咱的本啊，即个化学品开始要停止着ECFA关税优惠。所以这咱3趴要来讲到这。首先，我来请这个理事长来讲。昨仔赖清德，人讲你走了3个月了终于也弹出来了所以有的立营的这支持者讲，看到讲这哇，大家喘大心气，讲终于也松一口气。敢有这种作用，对着立营来讲，信心大增。我相信主要是因为这个。因为因这个老厝的这个问题应该讲对伊的选情已经有影响啦
当然啦，伊对于本人来讲吼，伊可能会认为讲真委屈吼。当然这是因为选举的关系，咱嘛知影，大概选举的时阵吼，这是卖讲什么党拢共款哦。苏家全迄阵啊选副总统的时阵，因兜的豪宅，啊，但会记得韩国瑜啊，因迄个婚礼嘛，嘛是有吼。啊，佫一届迄个台中市立委补选啊，大家记得无？迄个严清标吼，因迄囡仔因厝吼，啊，这个选举也是有啦吼。啊，是安怎即款即个咱讲你的老厝也好，还是讲你加建加盖，还是讲违建吼，在议题上啊，拄着选举，大家拢较有兴趣吼。我相信这是因为这是一般的选民吼。较有感觉的一个议题，相对不断，也是讲会当内底找到什么呢？情理法能不能兼容的问题哈？小可比讲哈，我看昨咱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谢龙介哈，伊就咧讲啊，恁那个万里迄个老厝哈，南晓有这个维安啦哈，等等哦，我去查一下哈，确实哈，这另外一个问题啊哈，民进党伊的反应是讲照法来讲哈。因为按照咱那个总统节特种勤务条例哈，这是为老蒋迄阵来传落来啊。哦，老蒋出来传落来哈。较早老蒋有台湾很多行馆啦，拢嘛有过嘛。拢总有啦，拢总有吼。啊，咱的历任的总统讲，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，就是讲，其实较早老蒋的迄个安全的维护哈，是为中国大陆迄个较早战乱的时候规模真呢。对啊，但是来个台湾咱民主化了，咱就基本上无改变。好，我开讲一个互你听哈。咱即摆总统出巡哈，出去啊哈，差不多爱几啊百个伊的迄个做联指部的人哈，去做维持啊，地方的警力可能上千人啦，啊，影响的民众可能上万人啦，这毋是对一个党的总统安尼，拢安尼哈，这其实大家无去注意哦。OK， 回过头来，伊即个赖清德总部讲是依法条例哈，确实有依据哈，但是咧，大家感觉情理的部分哈。听起来无法度接受啊，会感觉讲，啊你也无讲，逐工住伫遐啊，你是有当时会等伊啦吼。无啊，随路有人反喙讲啊，这个马英九伊这衡量路，伊也喺旧厝，嘛是有人咧告啊，你也无住遐啊，安尼。哦，是啦，所以讲大家拢小找一个讲对伊来安尼迄个吼。我拄则来讲，其实即款代志吼，你若讲有法度为问题甲检讨出来吼，可比讲即个矿区的代志吼，矿区的代志，大家都发觉到讲。有影呢，较早吼，敢若可比讲老眷村的改建哈，拢有迄个政府啦，用这个能力来辅导啦哈。这矿区啊，当然矿区较早也是私人企业啦，跟这个跟我们这个退辅会这个它有一个军工的背景哈，也许不同哈。可是如果站在那个国民哈，大家拢需要做一个照顾来对哦。这个矿区废纸料吼，迄个所在，因为迄阵啊，因家是拢矿工嘛，要去爱工作生活嘛吼。结果你结束了时阵，因遐人伊可能无能好搬，还是安怎，佮留伫遐。结果说停驶拢调伫遐啦。比如讲吼，他可能看起来也谈不上合法不合法，根本没有办过那个程序啦。所以他跟那个违建的确是不太一样哦。好，但是现在哈，即摆这个代志，我感觉因为差个安尼变作是党派啊哈。所以我看赖清德伊昨可是用这部一个。做一个防守的结案哈，但是我看伊反过头来哈，伊就咧讲柯文哲恁真地刀安怎哈，所以我讲吼，哎，你也准恁兜的家底无解清楚吼，唔通随便选举啦，唔通随便选举啦哈，等个不甲地吼，不甲地，男你唔知影，兄弟姊妹拢出来，我跟你讲。是啊，所以理事长到底安尼有效啊无效？对着挽回。一寡信息。你安尼啦吼，选举是安尼吼，其实我过去的心得吼，选举吼一般来讲吼，这个执政甲在野，尤其是执政者爱看你迄阵的环境，吼，你执政的时阵的气候，你候选人的条件等等吼，这上重要。当然候选人条件包括讲有选了上用的无，佫有党内的这个团结啊，吼，你初选可能就咱拍感情去吼，毋是我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议题吼，真正我都对选举造成吼，到尾啊结果会真少，因为啥呢？互相掂嘛，互相掂。等来等去，你等我等你啊吼，到尾啊拢干那啥呢？其实大家要影响的吼，多数是啥呢？是要影响迄3-5%的迄个中间选民啦，观感嘛。所以我拄则讲厝的代志，是安怎大家选举拢会出来，大家拢认为这个议题对中间选民吼，较有影响力，是较有影响力的。是安尼。但这邱老师，你认为呢？
基本上我同意李事长这款的讲法啦。即摆的辩论也好，讨论也好，也是有一寡有诶无诶，甲讲出来吼。这对已经决定要支持啥物人诶人来讲，迄影响无讲真大啦。除非讲足大诶代志吼，你即摆去找着倒一个候选人讲，参像迄款啊，也是讲伊有一个无注册的囡仔，即摆走出来吼，迄都大条啦。而且比如是讲强调家庭价值。是啊，都爱安尼吼，对吧？都基本上爱一款的遮大的代志，一般的吼，像即款讲因兜的厝安怎啦，啊，大家拢有啊，是买票啦，是讲甲因隔壁冤家啦，吼，即款代志也是兄弟姊妹咧冤家，即款代志我讲实在，对选举的影响是无遐大啦，无大家所想的遐大，啊，但是对。比如讲赖清德这条代志，吼，对国民党、对柯文哲的支持者来讲，哇，这就是足好的代志哦。咱讲茶余饭后，咱大家咧搭水果的时阵哦，这是咧，咱有通好练啦，摕来攻击伊的对手啦。哦，这是足好的所在，但是讲要靠这摕票吼，咱讲实在，迄无遐简单啦。上加就是中遐差不多，2%、3%，差不多就遐个人对因有小可影响。哦，所以李老师，那照两位安尼看起来，是安怎赖清德昨仔选这个时机，赶紧来处理？伊早已经经3个月啊，伊何必来处理这差2-3%？伊还是讲伊真紧张讲，若是我弹出去了，这机理会甲诱我开。确实啦，那对咧。赖清德来讲吼，伊是希望望昨暗即个政见即发表会机会，来甲全国的人民啊讲，我为着即个代志，我来甲止血，吼，我要甲关出来，变信托嘛，哦，变讲一个做一个坑江的即个纪念馆，啊，要互大家看，哦，看以前的坑江是安怎生活安尼，吼，问题就是讲，因为伊拖3个月。所以为什么柯文哲昨日讲啊，伤慢？因为这个危机处理伤慢。吼，当然两个前辈有讲，这影响其实无大，确实无大，因为对伊家己的支持者来讲，对民进党还是像绿营的支持者来讲，其实影响无大。啊，毋过对即摆的来讲，中间选民还是讲，即摆还未决定要投互谁，诶，即个优异选民来讲。有可能会影响，有可能会影响，看你是安尼解决。因为咱爱看哦，即马苏家全，迄当阵伊讲伊要关出来，问题即马大家看到啊，关无几年，迄当阵迄个乡公所讲因挡袂了，因无法度有迄个在处理，对，无法度处理，搁送上去啊。啊，变讲大家都。无啦，阮今仔看新闻，看起来是伊无提出，伊无提伫手头。伊无对对。啊，只是囥空间，踮遐摆。对。啊，就变讲安尼讲，即摆赖清德讲要关出来，啊，大家看，啊，是毋到尾选了以后，大家无咧对的时阵，讲不了了之，啊，变安尼。袂啦，咱节目会去继续甲问甲。所以即摆大家就看讲，无伊既然讲信托嘛，是。啊，信托就有所托嘛。哦，啊，这咱就来问这个信托的人，看伊安怎来处理。啊，问题就看倒一个单位有法度，因为你信托了，变讲你后壁我有资源，你去做啊。啊，无后你若讲要做一个对，啊，你若无迄个资源，到后壁就讲，啊，无我做袂落去，还是讲你咧等落市政府去做，国家去做，还是谁去做？所以老师，你认为到底有效啊无效？其实对中间选民来讲，影响因对这赖清德的判断。就是讲，第一个，伊对危机处理这能力，为什么拖到遮久？你才要哦，这项嘛是有影响。对，啊，第二个，吼，第二个就是感觉讲，啊，你今仔日讲这，啊，问题大家看，就苏家全即摆代志，如果到尾厝搁登去恁兜去啊，啊，变安尼，大家就看讲，啊，你到底是？无啦，老师，这我必须要甲观众朋友讲吼，这间厝并无登记到因的手，即摆是空空间，啊，完全无人咧处理。咱今日看到新闻安尼写，吼，这我所知的信息，
啊，互老师参考。来，啊，咱这个咱政长，我想这清楚吼，当下咱的这研究员讲的共款的这个脉络，就是讲反正有效啦，可以拿到票。因我感觉基本上唔是对赖清德加民进党的伤害，中间选民当然有影响。主要我感觉是巩固因蓝营。你讲是为什么危机处理不好？等等，我感觉讲唔是危机处理不好啦，是蓝营感觉也可以提款，他想再继续提，这提不是要往中间提，他其实是觉得让我蓝营来团结，因为你家己出代志出真大，要比量体，要比违法，要比讲正拢有，所以我嘛甲你破。你讲你嘛有，所以基本上你要讲赖清德对这个议题无好啊处理足清楚啊。新北市政府拢讲这是寄存违建，当然因对寄存违建这代志，大家甲过去咱讲家己铁皮夹带这种寄存违建无共，所以因了应该开始改名词。当然是不是咱讲大选民家己接受啦？意思是讲这应该是寄存建筑，意思是讲这是过去当初拢无法规的时阵所起的这建筑，虽然后壁为着漏水，咱乃袂整修，咱即马大漏水我嘛大，你要讲哦你违建，我甲你关，迄甲无共差我比如说啦，咱那持平来讲，这天差地远啦。你这种违法牟利，甲人咧自住，我厝破去，我即马去搭一个房啊，你讲歹势，我甲你检举，你安会无申请建造？我讲这差太多，所以我必须要讲，咱若以来持平来看，这个代志应该是最清楚，因为寻求解释法规，人拢做啊，只是国民党家直感觉这会使个提款直拍，所以唔是伊危机处理无好，是国民党感觉这会使来讨到票，啊，所以看起来当然赖清德当然有效无效，咱袂讲，这也许。我看起来，大家评论上不一定觉得有效，但你做者直觉的希望讲，这个议题我已经关啊，已经信托，反正就免去讨论啊。大概我看起来是比较是安尼的状况。是，柯老师你举手哈。咱头拄咧讨论，大部分拢是选举内底政治的效果好有啊无啊是好啊歹啦吼。啊，但是我对行政，我本身做过行政吼，我对行政的角度来讲吼，这条讲起来，新北市的市政府，你是有责任的哦。安怎讲？唔是一户尔呢，咱头拄有讲过。规了嘛，你遐规片的呢？我甲你讲啊，即摆唔单是这条代志，唔单是互赖清德小可会感觉讲尴尬吼，真尴尬。因咧附近的厝边拢惊到要死呢。我会去用拆哈。咱莫讲去用拆啦，就讲要缴税。哦，我要甲你录过去20年，啊，你拢无缴税啊。啊！你咧大啊！我今仔新闻出来讲爱约5年。哦，5年好。哦，边啊遐空不少呢。啊边啊矿工要交无？我爱交。啊，你袂使讲无，你唔免。哦，总统好说你爱交，村内唔免。无迄款代志嘛。这规片伫遐，大家目睭拢紧紧看到，几10年，讲囥伫遐，拢无要典当，无要处理恁兜的代志，安尼敢对？啊！即摆到选举啊，佫讲哦，你也对啊，吼，阮别咧争对啊，吼。哦，我就头咧讲。长期坦白讲啦，我感觉这议题哦，国民党虽然第一期看起来敢若有一点那种最好用的药安尼吼，大家会真爽。但我必须要讲，那长期若跑落去，对国民党我感觉是没有得到利益啦。那我坦白讲，我反而觉得你若国民党去拍，最好是拍选举最后一天，因为愈侪人关心，大家比较就出来。即摆迄梗图愈来愈侪啊！你即摆看少年人真这酷手，一个遮细，一个遮大，个啊大，个有迄个敢若锁骨遮大间的，那比看卖啊！这个代志愈侪就是李老师，我来迄其实无共款啦。用照你讲啦，你讲好有因迄个什么大区。李老师，你有赞成他邱老师所讲这其实是行政系统出的问题，咱莫讲是像的政府。这确实啦，因为吼，这个照你讲啦，市政府对这种代志吼，你若家己无法度处理，这种违建嘛吼，你都要是啊，要叫中央政府来解释嘛。这个是矿工问题，即摆全台湾其实足侪所在嘛面临这种共款差不多类似的这种情形。是，所以你叫你讲咧中央吼解释讲，到底是要安怎处理？你安尼有赞成伊，所以你敢有赞成国民党一直拍这个议题？我是感觉讲，其实袂阁拍落去啊。哦，你建议伊莫阁拍？嘛，毋是讲建议啦，因是感觉讲哦，到一个所在，因就另外阁要拍别个，伊袂阁拍落去，因为什么？因若这若要拍吼，可能一两个，可能还有剩别项的对吧？可能讲1-2个这个立委的参选人，
家己可能去追去掠，啊，问题国民党来讲其实袂阁拍啦，因为这个伊感觉讲你若要信托安尼好嘛，就该落到遮，伊可能就过去找另外议题来攻防，对。我是伫这个议题攻防吼，我有注意到一个有点不安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因为这两个讲啊吼，开始迄个较支持廖清德的一寡支持者吼，伊开始有一种诉求，就是讲吼，因为矿工吼，矿工拢本地人啦。拢本地人，在地人啊，本地人的困境都无人要插啦哈。眷村吼拢外省人啦，眷村的问题拢甲你起到，起到你看都市成功新村啦，改建条例呢？改建条例有立法有预算啦哈，有人开始讲这款代志。我感觉这是一个，其实你拄则讲啦，无就是行政的一个怠惰啦，行政怠惰，讲起来行政怠惰。我拄则讲吼，我拄则有讲。眷村也好，这个矿工也好，拢是国民啦。你袂使跟他讲，你是公家，你是军工的吼，所以你就会当优先享用吼。因为迄个所在已经足久的时间啦吼，拢安尼用咧。你甲看，绝对真济人已经出来起来，因为遐无多土炭了嘛，吼啊，所以少年人拢出来外口嘛，出来第一类嘛。啊，像大清德一直要大汉的，啊，你要读册要发电动爱来都市啊，所以变做伊一个老厝啦吼，所以。开始讲，我就感觉讲，这个议题开始应该到此为止哈。啊，你用一个，所以大家拢爱用一个较好的发展，就是讲，有一个较正确发展，就是讲，因为这届选举，互大家去发现到，唔那干那万里，可能别个这个矿区啦，随风遐人拢开始应该拢总爱出来，迄个拢来面对这个问题，应该来讨论。历史共业。我感觉上好绝对是就地合法嘛。你迄登记遐久啊，吼，你政府要做什么迄个？你到我即摆去共对迄个。因为较早的时阵是迁就，较早空从这个乱世。我恐惊此时此刻无人敢讲这话啦。就地合法，可能这4字爱选后才有当讲。吼，选后讲嘛是爱新北市来讲啊。如果搁等到中央咯。吼，可能啦。但这我也要问讲吼，然后这个议题变做讲，我今日早起甲阮制作人讨论啊，讲。那会安尼？今年的这个大选吼，拢看无这个选战的主轴啦，吼，这主轴，我就去回想讲过去几摆这总统大选啊，好，这其实拢大部分都负面的选举，但是我也看讲全地球吼，诶，民主国家咧选举的时阵，我想要找一个例讲为了正面选举的，我找无呢，我唔知是邱老师你感觉？我是大部分时间拢咧做选举研究啦，吼。以我的这几若十年安尼，我的心得啦，哈，看起来有影是安尼。选举你讲正面的政见吼，咱讲实在话，毋是讲选民无关心啦，喏，真少啦。大部分拢对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较关心啦。咱今年咱家己诶选举，咱过去差不多半年较加诶时阵咯，大部分拢咧讲蓝白合。哦，啊，到尾蓝白合不合，咱就开始正式入来选举吼。啊，即摆小可有一寡议题去讲出来，毋拿台湾如此尔。咱看即摆美国嘛明年要选举嘛。哦，迄破遮厉害咧。这两天差较足严重的，就是川普哦，啊，到底会使选袂？哦，我这边有一个州，北卡嘛，哈，北卡，这么讲开始啊，讲吼，你袂使选喏，你咧做，你顶届咧做总统上尾啊，迄个时间可能涉及叛乱，哦 ，OK， 这么开始个规美国哦，50个州全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，哦，要讨论偌久，我看上少嘛2个月，啊，所以因明年的选举即马开始啊，嘛是行一条讲。毋是政见的主流，就是咱来炒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吼，啊，愈炒会愈闹热。安尼看咱节目是清流哦，咱老半点钟来讲遮政见，但是我还是问吼，李老师，是外乌甲负面选举，这两项敢有共款？其实有一点仔界限的差别啦。吼，你若讲外乌简单来讲，就是讲无根据即个事实。系无迄个根据，啊去随便去骂人，啊随便去抹红抹黑、污蔑安尼嘛，造谣。吼，啊你若讲是负面，有点负面是讲我对你的政策无满意，啊我用负面的表述来讲，啊这有当对你家己的。啊，讲领导的
租厝安怎？讲恁遮你咧经营停车场，啊是恁兜的厝是衣凤百货，这算倒一种？这种吼，其实就是这文语讲叫做这个抹黑啦，另一个讲就差不多叫做负面选举，因为就表示讲，我唔是巩固，我唔是讲咱正面来讨论代志，啊是讲用负面来描绘，因为吼常常来讲。你要用负面的时候，有当较会吸引你的观众的目睭嘛。因为大家拢介意八卦，大家拢介意看这种较无迄种较刺激的新闻。你若讲几句哦，蔡英文哦外交啊什么哦外交破灭，譬如讲断交安尼，大家看到无啥代志。你讲哦蔡英文外交再度失利，或是说。破功安那，大家感觉有兴趣。有当迄标题，常常咧讲，看要互迄个观众，还是读者去要吸引的时阵，有当大家希望。所以老师也认为无法度避免吼。真歹啦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恁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咯，恁的职责就是互公民会当啊认认真真来看这政策安怎。但这一次的选举，甚至是。计下过去，咱的理想性的迄种选举，敢有可能实现？我感觉咱坦白讲，这对咱的观众朋友较歹势啦，因为咱过去讲什么款的人民选出什么款的政府，还是政治人物啦，还是甲咱的讲民众的介意都部分有关啊。比如讲，咱即届咧讲这总统的这政见发表会，我会记咱坦白讲啦，你若要讲政见发表会浓度上悬，就柯 P 啊、阿伯啊，但大家讲这无聊，你那没有。交火，就是讲大家感觉当做辩论会，你唔是要听有没有牛肉，讲起来你个不吸引人，有人个讲你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这怪哦，对，咱爱骂人啦，爱创啊，爱再去用看到，咱的媒体嘛嗜血，但咱媒体讲的就是观众就嗜血啊，即马网络这准诶。咱若今仔日吼马相破口，主持人马相吼，反正收视率也跳5万、10万，对，所以咱就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讲，这嘛是咱台湾民众普遍啊，咱人性来讲，对迄寡较刺激的题目，咱就爱，咱视频8文部分，咱就感觉无够刺激，很平庸，很 boring，所以这是一个较麻烦的部分，所以这确实是爱回到咱就讲，咱民众到底要看这代志，比如讲咱讲都忙这为难，明明对宪法内底，对咱立委爱做什么代志，咱就讲这清楚，但你看过去罢免的理由内底，佫有讲伊无做选民服务。你了听到这件事列入罢免的理由，你讲为什么你投伊？因为阮想过身的时阵，又来遮甲阮即个靠无一个念香一个，我讲较厉害，有来世界出代志就甲你现来，了伫头七的时阵，佫来甲你关心。伊讲摆，伊就是咱讲这时阵，佫甲你念香了，结束了，佫甲你讲了，有啥物爱处理无？我讲吼，偌久伊就甲你斗偌久啦。但是咱立委若是做这代志要安怎？这明明伫宪法内底要做的代志，都无人做。所以我讲，这就是咱基本的问题。你看咱遮侪人有一寡伊的即个，咱讲着伊的政见，咱听起来尤其一寡立委，根本就毋是个层次。当然啦，总统的部分讲起来是规个国家的重要的即个角色啦。但是共款的，咱有啥咱拢袂去关心这。当然啦，可能来对即寡较专业的部分较无能力来了解啦。所以毋知讲头怎拍房子什么那些。就是咱只能用咱人最简单的那个道德什么的标准，跟用这来理解。即马了跑得变安尼，看谁较无道德，谁较无老实，谁较无啥，所以根本无人咧管谁较有能力啦，这是咱的问题。这样说来吼，咱啊观众朋友讲，咱即马就是要好啊，观众朋友来了解，到底这政见发表会当中吼，因为今日拄好有一个新闻，就是中国这边吼开始对着 X 法出招咯。你化学品，尤其化工品甲苯有关的物件，伊无要甲你用 X 法促销啊，这对着这刷落来，对着化工制品的这个行业，工厂乃至到今仔日也有工会啊出来讲话啊，讲安尼人民的这个工作，咱来看这3位两岸的主张我看昨仔有讲到是柯文哲5个互相啦。但是侯友宜呢，刚讲一个原则性，伊讲我反对一国两制，反对台独，避战无引战啦。但是呢，伊嘛讲到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的护国神山啦，
但这个意思我一直都无啥有理解，吼，伊嘛无讲得真清楚。啊，赖清德这边就是讲啊，咱何不得数啦，吼，台湾的主权吼，袂当侵犯，袂当互吞并。其实这三位在这项顶头，应该都无人讲我主张互伊食去吧，吼，这应该是安尼。啊，其他的吼，有诶是互相攻击啊，这个咱莫讲，咱就对这吼开始来讲起。首先，我要来请教着理事长吼，对着这两岸的主张，到底因这三个差距是到位？你分析互观众朋友听，有诶观众朋友爱听你咧讲，这三个是差别是在哪里，还是讲无啥差别？这就是你讲到这个 ECFA 吼，伊嘛不是 ECFA， 伊调查讲咱的迄个违反就是那个贸易壁垒啦。对，贸易壁垒啦哈。已经宣布为后个月1号，就是咱选举前2礼拜开始试用哈，开始试用。这部分吼，其实你搁甲想着讲，即阵啊，咱这个台湾海峡吼，共款飞机啦、军舰哈，也是共款调上来哈。这就是这届选举吼，我看是北京伊的2个主轴啦吼，就是国台办主任宋涛已经讲过做一摆啊哈，讲这叫做战争跟和平的抉择，也是繁荣跟萧条的抉择啦。好，这2句一直是国台办对这个选举一个标准哦。所以呢，某一部分来讲，等于讲是赖清德的真正的对手是国台办啦。是北京啦，哈，因为伊这2项的数据都是冲着民进党来啦，冲着民进党来嘛，哈，所以你看伊即马甲选举前都决定这个调查，这调查其实本来10月12号都应该要佫延3个月嘛，结果延3个月了，即马佫提早啊，所以可见所谓的调查也好，所谓的公布也好，应该拢有一寡这个考虑，有一寡交这个选举的结合哈，拢有做伙哦。好啊，即摆咱来讲吼，咱来看讲3个候选人吼，到底有啥物差别啊？另外，咱侯友宜的诉求看得出来哈，他就是主打迄个战争跟和平的抉择哈，因为迄个赖清德迄阵啊，较早讲做这个台独哈，不是的台独工作者。啊，伊即摆来个质疑就是讲，你较早安尼，你即摆讲你不爱做台独，你是双标还是怎么样子哈？我觉得这个质疑哈，赖清德是有必要说清楚了。不过赖清德当然已经。真侪场合拢讲清楚，但咱捌讨论过，就是讲，伊即马包括美国的部分吼，虽然咱正常讲伊要行蔡英文的路线，但是包括美国的部分拢还无100%吼，对伊有即个信任啦吼，所以确实当然伊的即部分还佫有较好一个表示哈对。其实侯友宜赶快有矛盾啦，伊即马讲，你拄则讲迄嘛对，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的护国神山哈。这明摆着都不可能啊，因为根本无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啊，伊承认的是92共识，伊讲的是92共识是通关密语啊，通关92密，而且伊讲的92共识是无包括一中各表哦。大陆迄边讲的哈，92共识是一个中国共商统一啦，对啊，所以两岸承认一个中国要共商统一嘛，这是习近平讲得很清楚啊。好，所以呢。讲实在哈，侯友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爱讲伊讲了就反台独也反1国2制嘛哈，然后呢要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当做两岸政治护国神山。这个保持现状有差别无？其实讲起来就是保持现状啦，所以嘛真趣味哈，因为柯 P 讲的5个互相哈，柯 P 最近画作侪哈，我就不引述了哈，5个互相哈，所以我看讲真有意思是赖清德有一句话哈，这咧讲起来原来是回力标了，伊讲。你拢讲规部的讲迄，对北京的眼光来看，嘛是台独啊，嘛是台，因为你无接受，你无甲统，你就是台独啦。你无接受统一下的要往1国2制的这个台湾方案嘛，哈。但是安尼呢，你也认为赖清德，你也认为讲，拢咱其实对方拢甲咱看作台独哈，你为什么给人家戴红帽呢？这嘛足奇怪，你会感觉无？是吧？是我意思讲吼，我意思讲，其实。伫台湾统独确实是一个假议题啦，假议题咧，但是呢，选举拄到甲选举的时阵吼，可比讲哪会被这么攻击赖清德的台独哈？大家都嘛知影台独的最真实、最诚实答案就是阿扁也讲呀，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迄是美中大国的这个在里头的。你讲到这拄啊好，咱就看到遮。美国媒体讲，北京爱拜登发表无支持台独的声明啊。
吼，啊，伊就讲，你就爱甲我斗阵来发表讲，咱来我知，我知，迄阵啊，就是迄个有讲，拄到呼应着你头。对，啊，即摆讲就是讲另外一部分吼，人爱咧攻击即个，我讲拄一个即个台独的部分，台独的部分吼。啊，其实统一的部分吼，困难嘛是共款足大的啦。讲实在吼，我的经验吼，国民党真侪人交大陆的交流吼，其实心理上哈是存着什么呢？存着混的，蒙混的。哦，蒙混的是讲啊，你喜欢听我这个讲啊，两岸为了统一，我就跟你讲一讲哈。心理上就是想要把生意做好，好，但是呢，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这里头背后就有一个比较大的，就跟9·2共识所形成的问题一样啊。因为中共他跟你做的这个每一项东西，伊拢有一寡伊的战略目的。好，可比讲 ECFA 跟这个所谓的WTO 那个时候啊哈，其实以讲咱这个这个什么壁垒哈，贸易壁垒哈，就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哈的存在哈，大家人讲啊，这已经几十年啊哈，啊你最近在即马在嗰啲睇。其实较早也要谈哈，都应该是呢有 WTO 的机制啊 ，WTO 嘛哈，但是伊都不来嘛，因为 WTO 你会员你就不是经济实体变成是政治实体了哈，他就是为了不要这样子，所以两华拢唔捌底下去做过迄个代志哈，啊，即马我其实有一个较正面的看法的，我正面看法就是讲，不唔对，中文这对个别产业绝对有影响哈，啊，其实企业界咱真清楚，因为咱台湾是安尼，开始这部分是资通讯都无影响啦。迄主要是迄个传统的产业哈，就是在讲石化啦哈，有些大概工具机啦哈，这种啊，其实因真济哈，已经能做风险疏散了。走了拢走。会去大陆啦，去对一家去生产啦哈。啊，佮另外一项就是讲哈，讲台北的阿强啊，就是阿强啊啦，伊教你好，包括讲伊对国民党好，我讲台北伊对较早是，因为你是次要敌人呐，我现在是拉拢你，因为我要对付主要敌人嘛。经济嘛是共款，我即马对你好，是要甲你互你产生依赖嘛。啊，这个类是上明显的啊。啊，伊看个讲这久才落来时候，有些人上钩了啦哈，可是不够啊，我划不来啊，我即马要甲你避免。哦啊，所以这款代志哈，你若为这角度来讲，要恢复甲你讲一个较正常的贸易来讲，你只要伊的企图要这个地下，这款风险拢永远存在啦，永远存在。因为阿强就是阿强啊嘛。啊，这个无解啊呢，邱老师。我个人的看法啦，哈，伊今仔日伊选今仔日这个时间公布，这条 ECFA 内底针对化工的产品哈，伊早就准备好啊。伊咧看啥呢？伊咧看昨的辩论吼，赖清德咧讲啥？哦，因为当然啦，今年咱即马还未算出来，因到明年啊，再会算出来嘛，即马还未算出来。但是即马普遍，咱看民调内底。看好的人，大部分看好讲，什么人会当选？你敢问，差不多6成以上拢认为讲赖清德这组较会当选嘛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伊昨咧做政见发表的时阵，伊讲的内容，北京用今仔日这部甲你讲，甲你吐，甲你吐，你讲的我未接受，哦，我即马互你看，未接受要安怎？哦，我即马做互你看。哦，这 objection。这样尼讲啦哈，唔那是 objection 哦，伊迄是跟他 do it 啊，伊就甲你做咯，但是伊无做全部，伊做中间一部分化工，啊，即摆咱拢总甲 ECFA 内底甲伊可能有关系，拢总2544项哦，产业产品啦，哦，即摆已经这2500多项内底甲化工有关的，我那个小可甲看者，差不多20-30项尔啦，哦。剩的也袂领当哦，哦，伊就是讲哦，你即马做一步，我即马收你一寡，互你看，哦，你后壁，咱即马个人讲有第二届的政见发表，后壁有一个政见的辩论，过来哦，你去讲嘛，你去讲，我甲你夹更大个，哦，伊这是要嘛是当时要做互台湾人看，台湾选民看吼，我是咧讲假，你足简咱台湾人拢认为讲北京纸老虎啦。哦，讲的尔啦，袂啦，伊袂甲你修理啦，袂甲咱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咱就真正差不多这3-5年，大家已经了解讲，伊当是真正会出手啦。好，啊 ，ECFA， 我即摆第2点就讲 ，ECFA 是咱两岸中间即摆经济关系上重要的是这，头拄李处长有讲过，
当初伊会做遐大的让步，咱讲实在话啦，啊，伫 X 法内底大量就让咱让利嘛，迄阵讲到这2年咱嘛做不伊是会统计讲伊顺差超1000亿啊。是啦，吼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啥人赚着，咱赚着嘛。哦，那即摆吼，你赚着，啊，赚了遮侪年哦，种实力哦，我要收转来。但是老师这吼，我搁强调一点，咱大家拢认为讲，过去7年外民进党咧执政啊，两岸的关系因为无好嘛，所以经济关系一定是愈来愈差。啊，上少到去年为止，两岸的贸易的总量比马英九执政的时阵，这是增长。对，这哦，另外一个数字，咱来过去的这个节目内面也讲到，讲其实啊。ECFA 咱两岸的这个贸易内面吼，70%拢甲这个高科技、甲电子产品吼啊半成品有关呐。是，也就是讲，到底是伊靠咱，还是咱靠伊？这项就真歹讲哦，吼，因为互相需要嘛。这点我嘛要补充一下，是可能伫10年前吼，咧签 ECFA 的时阵，可能有这个有情形，即马已经无迄落，因为伊这10年吼。啊，讲啊，遐伊变做制造大国嘛，哈，伊的工业快速在进步嘛，伊即马可能较差的是半导体，伊即马半导体。我他讲的是半导体，因为这数字是咱超这礼拜吼，咱才讲过，就是讲这超有70%无到70%啦吼，60几吼，拢甲这有关啦吼。也就是讲，到底伊若是要禁起来，伊哪会无先选择这种物件来禁起来？一定不，伊一定是选对伊较影响。袂去搬石头讲家己嘛，袂搬石头讲家己啊！啊，但是伊即马甲你竞牌这物啊，可能对咱的影响就真大哦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迄就敢若一拳头拍落来吼。七伤拳啊！毋是讲七伤拳尔，啊有的人就即属伊体格较好，互你整一个伊无代志。啊有的囡仔你甲整一个共款的咱尔，你甲整一个迄个囡仔就倒落啊。是，那我生活这样讲。是我想这个部分哦，我用一个较无共的角度啦，就是介选中国的介选，咱免怀疑啊，你问囡仔拢知影，伊拢会对选举进程有啥扮演猪队友这种角色啦。反正我嘛共款啊，这种议题佫拍台湾民众是佫要反感尔啦吼。虽然讲看起来敢若会直接伤执政党，但长期来讲，因为是我受害嘛，我骂到了，嘛是感觉是源头是对倒来。但我感觉重点是我感觉对中国也太乐观了，感觉因敢接巧，因故意用这甲你动。其实咱看到即马咧动的，就头先咱讲着，拢是传统产业啊。其实坦白讲，因家即马就要死啊！你看伊的这青年事业拢盖牌啊，你感觉伊即马爱用台湾，伊家己内销伊就处理袂了啊。咱伫过去看到这个数字来讲，伊即马家己内需就会出问题，伊即马拢通缩，咱咧烦恼通膨，因是咧通缩，消费全部往下骹降。啊，咱之前佫有看到有人翕讲，因咧机场拢无人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伊这讲起来当然是敢若看起来顺势，我敢若佫有权利甲你处罚。但坦白讲，咱头讲着传统产业早就走啦，这基本上咱应该讲，虽然还是有真多留在遐，但这个部分第3年的风控清零，大家早就长痛不如短痛，甲美中贸易的时阵，基本已经对印度。对咱讲东南亚甚至越南加去，这就是一个事实啦。所以要讲真巧，伊即马佫有足侪筹码来修理咱台湾做啥，我相信也是有啦，因为比较迄量。但这样对你有赞成讲，不管如何，两岸也是要坐来好好谈。当然，对咱来讲，咱当然希望讲这过程当中来谈，但是咱有一个基本的部分，咱就来问一个对等无？就是讲，咱当然希望咱人爱好好来讲，啊，但有对等无？我看到足侪，我记记，我拄过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即马嘛是立委候选人，我记足清楚。迄阵啊，因为咱台湾咧讨论5星级会使伫台湾无？伊写讲我一定誓死捍卫5星旗在台湾飘扬。我讲唔对呢，你国民党应该是誓死要捍卫。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陆上飘扬啊，等于讲你也是对等的状况，咱没有人反对谈啊。今嘛咱就是一个前提啦，等于讲谈没有人反对，但是这过程是不是对等？啊，当然民众会使来讨论。你若讲无要紧，不对等，你互我坐板凳，你坐龙椅，我嘛感觉爱谈好啊，这就互咱全民来决定嘛。对，而且我感觉是应该的，所以咱今嘛我应该讲。无一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应该讲，咱讲着全部候选人，咱讲总统候选人，应该拢讲愿意来对话，但是前提都是对等。
我无相信即马咱蓝营的一寡候选人敢讲无要紧。只要互我我相信嘛无人敢我只要我见面，你叫我坐板凳、坐涂骹，我嘛愿意。那讲看卖啊，对吧？来，李老师，我确实啊，因为三个前辈哦，头有讲到这个 ECFA 对台湾这个经济，吼啊，甲两岸经济、经贸往来的这影响，确实啦，一定有影响。啊，对咱传统的产业，特别是这化工的这个化工厂来讲，嘛加减有冲击。当然啊，像迄个即黄老师有咧讲，足侪工厂即几年一开始咧做准备啊，因就知影，因为 ECFA 唔知影当时会安怎，唔知当时会安怎，所以早有咧做准备。问题我想要甲观众朋友提醒一下，那咱台湾想要参加 CPTPP， 也是讲将来若有机会要参加 RCEP 的时阵，啊，咱是毋是爱开放？对别个国家开放，啊，到时阵开放其实愈悬愈济。我举一个就好啦，因为大陆迄边有当咧问讲吼，为虾米你台湾嘅进口美国啦、纽西兰啦、另俄，为虾米我大陆另俄你不能去进口？赶快是另俄啊，为虾米你甲我经济？赶快哦，啊，到时阵咱若赶快一点咧同一个经济这个整合体里面的时阵哦。你必须要对大陆，不止大陆呢，东南亚、美国、甲个足侪国家都爱开放，啊，到时阵你要安怎？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台湾除了这个看 ECFA 的时阵吼，其实我想讲，咱来台湾后摆正想要走向世界的时阵，啊，后摆咱面对的世界，其实这个市场吼竞争其实愈大，对咱台湾不管是农业。传统产业的冲击一定愈大。当然，因为咱的高科技吼，半导体来讲，咱是全世界有名第一个第一，所以对咱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，其实这个冲击给程度无遐大。啊，不，对于咱普通的百姓来讲，这就无共款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大家去思考啊。这吼，其实昨仔的这个政见发表会当中吼，因拢有相对性吼去讲到对着。青年政策啦，吼啊，这也讲到就业的问题，讲到加薪的问题，其实也甲咱产业的变化有关啦，吼。因为咱的产业内面吼，传统的产业虽然这几年后台上转来，但是少年人真正会当取到头路，对着传统产业，毋是服务业，吼啊，取到较好、相对较好的薪水的人，无一定较济。但是这三位候选人啊，讲到拢就养啦、就学啦。哦，因为大学生互你补贴啊，互你钱，但是其他的物件无促进，拢写甲真粗鄙啦吼。尤其我头仔摕到即个校友会吼，两岸政策啦，讲三个主张啦，吼，讲爱完成着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啦，啊，而且司法的监督讲啊，必须要建立的社会安全网，这听起来敢若真熟悉哦，吼。啊，另外青年监督在总统府下骹。设置着青年两岸事务委员会，18岁到40岁的青年来组成啊，确保青年意见落实在两岸政策，吼。但对着青年政策，吼，我相信4位吼啊，过去也相当来讨论过吼。咱上下尾时间来先请这个理事长来讲起，对着这个青年政策，尤其是个好康配，讲到这个贷款的代志，吼，啊，甲其他的就业就业。这三项因的差别在哪里？侯康吼，你看得出来，因为即马伊的青年选票上少嘛。啊，你看所有民调拢是安尼嘛。啊，柯 P 是第一个嘛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赖萧啦，吼。啊，侯康上少，啊，一个上少吼，我看就病急乱投医啦。你讲迄个侯友宜，你讲迄个免头期款吼，啊，贷款可以到1500万，啊，5年啊，吼。啊，大家你昨下嘛继续讲咧。我真害呢，也是吼，我猜伊厝较侪厝咧租人，啊，唔知影房地产的问题。无，我意思是呢，你知道不？这就是较早克林顿呐，90年代的时候，克林顿就把美国原来的头期款大概20%，他有一个政策叫要让美国人都能够买到房子，好，啊，结果有一开始20%，到尾降到3%，到2000年了，因为这个风气引起来，小布希真的是农民投起，而且利息都很低。
很低。结果这一来，转变做安怎呢？变做大家拢厝会当买起啊！这个放贷公司哦，高吹嘛哈，高吹，到尾也变做啥呢？无拢无给你查啥呢？也不用你有没有信，有没有担保啦，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收入啦，还款你通通免。这就是次贷风暴，到05年就爆开了，变全球的金融危机啦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最明显的点，所以讲实在，这是一个对贷款人啊，或者对金融界来讲，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政策。好，啊，赵少康伊家己几年前啊，你批评行政院迄个头期款、青年贷款降到1成啊，哈，伊讲这个会被年轻人到时候还是要背，还是少年人啊。啊，即摆是变做要拢5年，迄钱毋是免还呢，迄变做你将来还的钱搁较济嘛，变做搁较济嘛，吼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讲啊，其实是安尼啦，少年的票吼，我感觉是安尼啦，少年的票即摆结构差不多的啦，差不多的。叮当啊，我感觉有限啦，讲实在有限啦，差别是啥呢？差别上大还是投票率啦，投票率啊，因为投票率的关键吼。看向的支持者较资深的吼，像咱迄个徐老师吼，这投票率可能超过8成，伊这会的啦吼。啊，少年的一般拢5成尔啦，但是2020年的到吼，少年的超过7成，7成啊，多数加出来拢投为这个蔡英文这部分来，迄票是安尼来的吼。啊，今年看起来较无这个势啦，开始较无这个势。少年的证件当然大家拢会摕啦，拢会摕啦吼。但是你即个困难的所在，我看是，因为这是全世界性的现象，全世界性的现象。你是一个全球化加科技化，差不多全球化加科技化啦。我感觉这个结构吼，我感觉上大对我来看，当然大家也真拍拼要去争取吼，这个选票机票一直开啦哈。但是我感觉即马3党的候选人对少年的票的这个伊的基础哈，影响上大是投票率啦。我感觉影响上大，青年投票率。邱老师，3个候选人拢关心听谈咱的少年人，这是好代志。老师，你这是讲正面的话。对，基本上我是讲，我甲拍破啊，这好代志。但是要摕少年人的票，唔是摕钱互伊就好。哦，就敢若咱做父母嘛共款哈，囡仔咱拢足疼伊嘛，咱疼咱的囡仔，唔是讲好来爸爸这个早起互你100个，下晡个互你100个，下晡摕200互你，吼，安尼你就会做乖囝。敢有这款代志？若准少年人摕钱互伊，伊就乖乖听话，吼。哇，安尼少年足好处理的啊，唔是嘛？啊，因为我头拄讲过，我做过行政，我做过研考会的主委啦。啊，阮做研考会，阮上重要一块，上关心的就是市长也好，总统也好，行政院长也好，拜托你讲一项证件出来的时阵，尤其是大傻逼好康的，拜托的，甲阮讲，你的钱要对来，是要搁去甲银行用国家的名义去借钱印钞纸啊，还是咱要开征富人税。哦，也是咱要提高税率，讲好好，唔通即嘴讲，迄嘴哇无钱无紧啊，咱多发国债吼，就借一寡钱来。钞纸印的。啊，反正蔡英文讲啊，特别预算唔免算支出，你骗笑的哟，借钱唔免还哟，哦，我就讲迄1500万，我这唔是要针对校友义啦，但是讲。1500万内底头期款免付吼，头期款咱一般都差不多3成啦，3成哈，1500万的厝都差不多450，差不多450万嘛，啊3成嘛，450万，伊唔是讲政府我摕450万互你，你存的你来付的，唔是哦，是讲哦，你全部平均哦，本来讲可能30年。咱即马平均变做40年来还，吼，你嘛是照工要还40年，我想到读个听。唔是唔免利息哦，唔是零利息哦，系啦，你嘛是照工爱付利息哦。等你后面去拍啦。所以咱讲较歹听，你这吼，我来看，得小可有咧甲骗啦，骗讲恁家囡仔唔捌啦，吼，我摕糖啊，互你食吼，你就足欢喜，票都投互我，安尼我当选就好。来，李老师。是啦。确实啦，传统来讲吼，蓝绿啊，即摆搁加一个白吼，来讲吼，蓝通常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确实较少，
而且是自这个咱台湾民主化开始，其实这个国民党在争取青年选票上，较缓慢呐，确实较缓慢，而且你看差不多30几年啊，30几冬啊，嘛是无法度去改变这个刻板印象。哈，确实，这是国民党爱去检讨，爱去检讨的啦。啊，问题就是讲吼，即马少年人毋是讲你即马付钱，也是讲你讲啊，我帮助你安怎，就是一定甲你吸引你。所以为什么讲即马赖清德嘛开足侪支票？为什么伊嘛无都去互少年人去转向啊？去搁登记伊即个绿营的即个基本盘嘛。所以青年票就是投票率啦，吼。对啊。来，老师。来讲侯友宜其实用心良苦啊，因为基本上伊推出打房的一个政策之后，就要有人接房啊，就要有人接房，就让青年人要接入啊，不然青年人怎么接？所以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政策哦，爱有人帮忙来接这个部分啊。但我以国会监督来讲，伊讲国会监督、司法监督、青年监督，我看较奇怪，其实伊是咧监督国会，伊唔是咧要过国会改革。伊这写法我感觉也幕僚要更改，这看起来他是在强逼立法院要通过什么东西，好奇怪哎。